自从2024年5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伊伫甲开复圣经，咱做来听读。彼得前书第2章18、19、25节。恁做仆人的，着恭敬顺趁恁的主人。若对善良温和的主人，连刻薄的嘛着安尼。拄着无应该受的痛苦，若了解是上帝的意思，来忍受是通称赞的。恁若做毋对，互人拍来忍受痛苦，有啥物体面？毋过恁若做好来忍受苦难，这是上帝所称赞的。为着即个，上帝呼召恁，因为基督嘛为着恁受苦，留模样互恁，要互恁通缀伊的骹步。伊无犯罪，伊的喙嘛无开闸。伊受雷骂，无骂倒转；受虐待，嘛无甲人威胁。只有将家己交托互迄位公义的审判者。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，互咱用罪死，用义来活。对伊的受伤，恁得到医治。恁前亲像羊迷路，现在已经转来归伫恁灵魂的牧者甲监护者。医治甲开复。几年前，台湾因为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引发社会无共的意见，有基督徒出来大声疾呼发挥影响力，总是也因为言论争议，致使教会受攻击，流失袂少抱持多元包容观念的少年人。基督徒爱坚持真理，搁爱有智慧，实在无容易。伫罗马帝国中，奴隶互主人看做是财产，这当出在主人差遣，总是试图逼得囥做奴仆的信徒，要着恭敬服从主人。若对良善温和的主人着安尼，对严酷的主人也共款着安尼。伊讲，拄着无应该受的痛苦，若了解是上帝的意思，来忍受是通称赞的。尽管罗马帝国大大迫害基督徒，彼得却无鼓吹信徒起来反抗，反倒转传福音，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，爱尊重每一个人，疼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，搁着尊敬君王。伊提醒信徒效法基督，就算受侮辱雷骂，也毋通应喙；受虐待，也毋通讲恐吓的话。爱用好行为做见证，互无知的人无通辩驳。彼得写完2张批信了后，无偌久就为主顺道。当当时，迄个迫害基督徒的罗马帝国，最后终究瓦解消逝，总是互罗马人看做软弱无能、基督的基督教会，却存留落来。对历史的见证中通看到，当基督徒伫患难中，若信靠主、谦卑、忍耐，搁竭力保守合一，彼此相疼，过着有上帝同在、美好团契的生活，就若会当吸引人加入教会。笔者看见台湾教会近年来搁较踏实深耕家庭关怀事工，透过专业的婚姻辅导、亲子教育等课程，帮助少年人面对婚姻，也陪伴父母造就下一代。另外，
教会也逐渐看重家庭危机的处境，提供咨商协谈以及关心牧家的身心灵健康等等。教会也对事工和活动取向转做搁较看重疼的关系，伫生活中落实信仰。转来头前所讲的社会正义，检测台湾教会已经渐渐把握问题的核心，因为世间人拢犯罪，罪会带来伤害，包括关系的破坏、生命的扭曲。总有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，接受主的保护洁净，通领受新生命甲上帝儿女的新身份。特别上帝应允真理的圣神要来，用大能医治、透放、恢复、重建，互咱成长做荣耀的生命。当基督徒的身心灵搁较整全健康，关系搁较美好，家庭搁较幸福，世间人看到都会受到吸引来信靠这位赏赐全备恩典的救主耶稣。默想，我信耶稣以后，生命是毋是经历伊的医治甲恢复？伫我的家庭甲教会生活中，是毋是看重真实的关系？我的家庭是充满疼，还是充满精彩？我信耶稣以后，生命是毋是经历伊的医治甲恢复？伫我的家庭甲教会生活中，是毋是看重真实的关系？我的家庭是充满疼，还是充满精彩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帮助我的家庭和教会，拢会当搁较深经历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，也求主互教会袂停留伫事工活动层面，是会当看见人真正的需要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